巴熱線，我係 Annie，請問有咩可以幫到你？先生，喺上水廣場內九巴有兩條路線去元朗嘅，分別係276同埋276P，可以喺佑新街呢個站落車，沿途一直行去呢，就係元朗市中心嘅地方，有好多商店同埋食店嘅。小姐，你喺元朗可以搭一架68X，可以去到佐敦同埋油麻地一帶 shopping 㗎。先生，你可以用我哋公司九巴 Smartphone App 輸入路線，查看到沿途嘅車站同埋有埋相片嘅，而且又有落車提示功能，提醒你落車㗎。我可以 send 一個附有地圖同埋上落站嘅短信去你手機，好唔好啊？唔使客氣，如果有任何疑問，可以歡迎你再聯絡我哋。拜拜。